有疾病问题或健康状况欠稳定之人士，都不适宜乘坐横穿直道。在排队等候期间，请勿吸饮饮食。驾驶者请以双手操。各位乘客請注意，幻彩旋轉馬運行期間，請扶穩閣下同行的小朋友，謝謝。幻彩旋轉馬停定後，乘客請由出口處離開，離開時請小心吸煙。